台北市警察局推出治安防水伞服务，只要申请，警察就会亲身去民众引导检查，提供居家安全防贼偷的建议。不过，议员批评讲，从申请等到警察来，上无就要1个月，嘛有真侪人唔知有这个服务。警方讲，最近这5年申请的拢超过1万件，嘛继续检讨申请系统。 请假来访时，环境化新治安防水书，到处替住户服务。这边是小偷的话，用那个油压剪直接剪上去，伸手就进来了。唔是看风水探挂路啊，是要替住替做安检、门锁、窗啊、监控设备、照明工具，配偌济生活大世代检测全包办，要找出倒位有问题，为国家安全做建议。110的亲子中心，或者是派出所，或者我们的市警局的一个网站进去申请。 要防止贼偷，台北市警方有治安防水书，民众提出申请免费到处检测，已经有20多年，也是有不少人是无傻傻。治安风水师，不了解。治安风水师没有。除了成效引起质疑，也有机关批评，在9月17日提出申请，2礼拜了后才接到警局电话，9月19才有人到场检测，早就超过规定的7天时间。 连警察局的官方网站提供的门锁品牌资料，拢停在22年前。它7天是指那个民众申请，然后分局跟派出所跟他联系的时间，呈现的方式可能会让民众误导的部分做修正。警方回应这项计划稳定执行，这几年拢有超过1万件申请，到即马案件总数超过40万件，合来主体窃盗案也费110年，248件，到今年前9月降到189件，各线路升级系统，民众申请了后，延为7天通知，减少到5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